乡亲啊，今仔日开始会热几啊天哦。今仔日这个锋面小可挖进台湾，北部甲东半部也是有局部的大雨。明仔载开始连3天拢真热，高温有机会飙破到36度。啊，这个气象局的副局长郑明典嘛伫面册来分享，讲今年的黄霜雨季有可能会提早来结束。那安尼这个雨量是毋是会对你减少呢？气象局讲爱个观察。 雨神的脚步较远啊，日头已经出来啊。热天出门一时啊，尔的大粒汗、细粒汗，但是搁刷落来，雨伞、手巾啊、水壶拢爱走哦，因为会愈来愈热。今天在中午过后，可能山区会有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雨发展出来。礼拜2到礼拜4，由于天气是比较晴朗的，特别留意高温的现象哦，在内陆地区可能会有35、36度的高温。 台湾气象包伫暖气团内底，尤其是讲较内陆的所在，日头搁较美。对紫外线预报来看，红色过量级地区和紫色危险级地区，拜六之前规个台湾拢是安尼。拜1 34度，拜2到拜4恐惊有36度，气温拢较悬，敢有机会落雨降温的。气象局代理局长郑明典伊伫面册顶悬讲，以台湾附近的风场变化来看，今年的梅雨季可能会提早结束。确实有看到在预报的后期，也就是在6月上旬接到6月中旬这一段时间，强降雨发生的条件有比较减少的趋势。即使离开了这一段时间，也并不是代表说完全没有强降雨发生。梅雨季本来是5月到6月，明显的落雨应该是集中伫5月中到6月中，过来就是风台啊。到底雨量会偌济？气象局表示，时间较晚咧，才会当判断。